来看宜兰有2对翁仔某8日烧酒去爬太平山，要去三星店行搭。想袂到要回来时，其中一个姓廖的查甫人失踪，到今拢还未找到人。乐东林管处就表示，这条路线有较危险，无适合民众去行搭。消防人员伫太平山山坡内搜索，要找找失踪的姓廖登山客，因为伊离世假期后，参另外一对翁仔某朋友4个人烧酒前往太平山园区内的三星池。登来登山口的时，却失踪，消防人员协助出动找找。今日消防局派遣10人，警察局3人，林务局3人，目前持续进行搜索当中。三星池海拔大约2110公尺，位伫三星山甲翠峰湖之间，水的深度大约2公尺，4名为着林木，湖水静如镜，互登山客形容是危险独立的仙境，吸引不少人前往探险。不过，劳动林管处呼吁前往三星池的山路地景较悬殊，毋是一般大众路线，有危险性，无鼓励民众去。由于这个地方它的路径不明显，加上那个起伏高超大，然后树根盘根错节，所以很容易发生一些山难事件跟意外伤害。所以这地方我们不鼓励民众在这地方进行那个野外探险。另外，4名登山客离世也伫南山松罗新店路加美罗山途中找无路，其中一个人脚受伤。搜救人员出动空勤直升机，成功调拔4个人落山。多数的风台渐渐跨进消防人员甲时间走小力，抢救山区受困民众。另外，宜兰太平山园区离5下昼4点起有警成收园，民众风台期间应该尽量减少山区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